大件事啦，大件事啦！美股英偉達咧就喺今個月咧就做到創下紀錄啊，5兆億美元嘅市值，成為全球首家達到呢個成就嘅企業啊！咁啊，電影孤注一擲，The Big Short 電影主角嘅原型人物 Michael Burry， 佢就警告呢個 AI 嘅泡沫，佢更加喺佢嘅旗下嘅基金度啊，以超過10億嘅美元啊，就去大舉做空呢個英偉達。咁呢位咧準確預判啊2008年次按危機嘅傳奇人物咧，就向呢個 AI 就潑咗一盆大嘅冷水啦。咁啊，令到咧呢個 AI 嘅泡沫醖釀咗喺華爾街好耐嘅時間咧，都浮咗上水面啦。令人疑問嘅係呢個咧 AI 嘅狂歡會唔會繼續持續呢？定係咧就會好似2008年咁引發一個系統性嘅風險呢？想知道嘅朋友記得留意我課程11月22號就係㗎啦。咁啊，而家報名仲有早鳥優惠，同埋咧就可以免費入我嘅會員群組㗎。